我们这不用韭菜哦。韭菜冇安讲，不用了嘿嘿。你外貌协会的是？硬葱哎呦嫩嫩哦，看你就会动我选。我试试看那么。陆聪，我们的上学观众朋友，你做什么工作？我现在在当家管。家管就是贵妇的意思。嘿啦，比较委婉的说法嘛。我是跪在地上擦地板的。你老公来跟他讲一下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就在续盘被大家发现。看得懂吗？顾影记，有跟着了，阿朱你直播都看得太了哦。不会，慢。你都会点台啊？下面放到哈工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。我係明珠。係鍾伯強。今日當歡喜要真到我呀好山好水嘅好故鄉苗栗咯。今本日吼來到現場嘅來賓哦，有啲人唔係漢人之外。伊喊係台灣人，唔係下輩同學，真勁哦！很記性上了。古時呢，有來評審呀，苗栗不卡嘅好美食嘅，提前呢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盧尊彬盧師傅。你好，係盧師傅。阿彬哥你好，還有劉雪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雪玲。好。今日組合啊，當天撇落嘅風吹呢，係下嘅親家車妹啦，兩位車妹今日強下來參加比賽，來分享到風吹嘅參賽者，桂英姐、劉麗珍姐。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有冇人電影先喺家學工作？好呢，電視好。真勁哦，當時看到車妹安樣，感情好嘅啊，很早啊。哦。三下來看一下哦，家下要老大家講哦，攞一支挑款嘅表姐妹郭依韻到菲律賓，掌聲歡迎！大家好！哇，家下講講馬三係台灣人啊？嘅唔係越南，嫁過來，嫁過來，要嫁過來叫做台灣人啊！他的客家話好流利哦。越南沒有客家人呵？有，廣東，你係客家，你係廣東。廣東嘅客家人，廣東梅縣啊，哈，要嫁來呀，台灣苗栗，苗栗客家莊啊呢。啊，等一下就會繞牆應用客家味來少改一些好玩好吃的地方哦。啊，好不好？冇問題啦。好，先問下，有冇按感情按嗬？人來嘅頭咁乜嘢？係的。哦，喺入面兩家先看中醫，故說佢兩三人結婚啊。他們自己喜歡，一起改喜歡。好，請教一下，來自己公館錯嘛？係。公館有推薦乜嘅好食好料嘅？給茶園片，也有步道石雕美景啦，哈，很多人去爬山啦。嗰個地方一看得出來，苗栗是規則嘅苗栗煙就看得到。哇！有料。電動開發。哎，對。然後樹位全部都動態才會很旺盛。哇！其實苗栗真嘢啱用。現在當邊人就會看到有心肝就挖開。見招當講，你曾經有去愛散步嘛？有啊，有啊，哈！真係假？好，空氣又好。熱情家又尋到一個好姊妹嘅。河山河水是苗栗的特徵嘛，哈！你下同看一下哈，類似挑款嘛，哈。挑款有嘛嘅好蔬菜做的建議大家去料。哦，喺呢邊天呢台灣平的，那邊有花園。行路啊，看法都當好，風景當正。啊，宜英有去過嗎？有。那邊還有什麼嗎？那邊有那個三灣的落羽松，也很美。到那邊去，對，非常美。那個品源呢，是我們頭份一個大地主，然後他呢花了3億元去建造這個日式的庭園。唐喜來啦，苗栗就像你講的。河山河水，昨天安排一日遊行程。而且啊，今日參賽者呢對安利苗栗嘅好景點、好食嘅東西全部如數家珍。好，莎莎就會進行今日嘅挑戰咯。苗栗大吊絲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爭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吊絲咯！兩關地度呢，除了避不開嘅秘密武器，還有看人做料理嘅真本的。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啲係鹹菜，鹹菜又酸又鹹，又鹹哦，要自家做嘅，自家做嘅。你看看哪來？本太有皮看啊！係，睇唔嚟水冇跌下來。真勁哦！自家燒滷味哦。哇，用晒叫我做完呢？
不是穿手类啊，我今日去到两片是比到动用诶。最近动真的，哦韩家講起來行下香哦。对哦，家今日要哪呀？做乜嘅料理咧？炒海草，哎呦，正經都好鲜诶。今天的客家面。海草，鹹菜炒太炒，正期啊就爬起下問飯，好冇？歡迎，歡迎歡迎哦，哎真的。哎，談到掠下，咱隨聽出會拿出嘛個厲害嘅東西咯，去變掠下哦。掠下嘛個秘密武器咩啊？羅劈趕咯，羅皮杆。皮乾啊，皮乾啊，哦，劈來來來，趕，掠羅皮杆哦，要嘛個厲害嘅素材，當鹹當強，當好食，當脆脆，要係自家做嘅，係又香又嗬。香又啊，今因為那掠當厲害嘅羅皮杆，我做嘛個料理？做羅劈趕炒烏絲，玉絲啦。魚絲啊，哦，哎，糖哥是東香哦。都有創意哦。好嚟，風吹有信心嗎？好，談一下，攬住要信心嗎？有。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，倒數3秒鐘， 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快快開始哦。硬啊，嘛啱啱啱。素啊，哦，素啱高哦，夾泡是鹹菜哦。哎呀，嘅鹹菜自己啱高嘅啊。哎呦，嘅豬葱哦。對，還有豬葱，嘅豬葱有冇暗瘡啊？還是豬蟲？啊，看佢切干下有冇？切刀切，嘿，切刀，三角去。嘿，啊，你一套菜聽錯愛幫豬葱吼、太葱啦吼。嘿，飯葱啊，又係其他嘅葱做唔得麼？做得啦，啊，今年用嘅套太葱來做。太重，海床好食，較好食嗯，粉床軟軟，安尼做得。好夠水米棍啊，水滾誒，水必煮誒。唔會，該幾段煮好好。如果後眼邊沒有啲乜嘢就倒開啊可以啊。好，跟以前準備下，好嚟就等下倒出來哦哈好，。謝謝。水一下就滾了哈。好，謝謝。啊，短嘅時間是處理好了，無事了。愛整一下哈，切到凍漿你係誒。自家切啊？係啊，用刨啊刨得就好啦，你係用喙就做得了哈？係蒸熟就好。用啥平常時喺做埋那方面嘅條路咧？帶聲音呢，依依呢？依依，你做什麼工作？我現在在當家管，哎，龍沙係差唔多一條路。嘿，讓大家家管就是貴婦的意思。嘿啦，比較委婉的說法我是嘛。跪在地上擦地板的。你老公來跟他講一下，怎麼可以這樣？兩位最會做的菜係乜嘅？乜嘅都會做，啊，很厲害哦！啊，依依呢？三杯雞，上面切。哇！三杯雞未動厲害哦。一個係人家用教你做嘅嘛？係，我家用。哦，教了幾多年啊？做得啦，12年咯。哇！過來12年啦，雖然都12歲啦。你嘅個女就學客外啊？係，過來過學，我家用教。哇，很好，好，等一下張頭轉來，先避好啊掉，好好，加油，把握時間哈，好嘛？滾了哈，嘿，好，哎呦，豬葱哎呦嫩嫩哦，看起來當好食。黑我試試看啊嘛。豬葱同你上學哦，觀眾朋友。有，嘿，洗下機又會幫忙，好啊，好貼心哦。這樣就好。很好，我最吃到媽媽煮嘅菜。我中嘛個東西下去麼？誒，50，但是有啊，我覺得太大火了呢，220哦嘛。大概280哦，可以開火。 220就好。好，他才不會那個。沒有240幾公太重會盲火吧？我忙活。都太一個。用佢掃，快點。好，誒，解下哦，切好之後，依家買個麵240包。摸50加，我哋一套菜，因為鹹菜本身酸酸的嘛，哈。酸的然後加沒？咱外加買個蒜絲哦。沒有鹽啦，就加鹽，這樣子弄。手這樣你在馬殺雞呢？滷鹹菜啊，係啦，當年呀，鹹菜人家就鹽好啊，那個醬油給我啊，醬油，誒，見到眼睛是鼻水呢。醋，蒜子，慢慢來，唔好緊張，天天來。唔太鹹，蒜絲，哦，所以記得係先挑好醬先落去。對，哇，我太爽咯，唔好愛蒜有啦，冇罐咯？要，一鳳梨皮咧披薩咧，哦，咩？一個
撑落去啊，撑落去食啊，迄个用这接倒过来啦，对，它唔算紧做。反正不是很早，摕球要摕扭扭呢。啊，这因为古典哦，那你款低个。我发现你很担心，没机会保命吗？哦。我们去考兵，不知道。哇！哦，算辣辣咯。哎呦，压出真劲厉害耶！米酒。哎，怎么好像你才是主厨呢？哦。导演呢？看不出来吗？哦，机会保命。哦，绕墙主厨来填修。哎呀。好，我们先过去哈，要打边差唔多了。安姿势。沙沙记到差唔多会好咧哦。强啊，系啊。哦，你阿别种水上咧。呀，家娘真劲厉害呢。系啊。你老真劲呢，全部搞毕耶。毕生所学。哦，莹莹，你很会切菜的哦。我只会切菜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不用不好意思。他在家里常做菜吗？每天晚上都会做。哇，对。但是没有很厉害。不会。啊，做嘛个俩头菜不用韭菜法。哎，比较香，而且它那个颜色也漂亮。啊，总得不用韭菜哦。哎，韭菜冇安讲，变了黑黑。你外貌协会的是？啊，俩会脆韭啊。差不多6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哦。哎，真的6分钟。你的比赛是15分钟哈。嘿，差不多我炒好就好，就差不多了。先帮佢切油啦哈，啊，等下酱油直接落去嘛。嘿。好。等下煸菜布，煸好。你一个一个煸吗？嘿，煸好就煸落去就好了。好。哦，这个金黄色好漂亮。你老公真的不是警察？不是，啊，不用怕。哎，空调啊。他是空调。对，做空调。他会让你心冷是不是？会让我凉，比较不会骂人。哦。降温啊，降温。对呀。啊，煸好之后会煸这个我们的秘密武器嘛哈。嘿，头片讲。哇，敢用搞哎。系呀。哎，你过嚟看一下咯，哦，加油，我母胎哦。好。哇，好想试吃哦。做得吗？做得吗？还有人是因为点出来，比較彈中唔就食咗片半。哦，又酸又米头又鹹嘛。唔知有吃什麼？我沒有吃這。啊，你幹嘛不吃？你們應有原因哈。吃什麼？吃困難，先吃困難啦。沒有啦，那審判長冇顯示，因為我顯示做電腦。輸緊準啊，了唔起啊！你還有吃到咧？我正在續盤被他發現。看得到嗎？錄影機。有。見得到。阿志明師傅都看得太了哦。不會，應該點睇？你今天有吃什麼？我沒有吃這。啊，你幹嘛不吃？你們應有原因哈。吃什麼？吃困難，先吃困難啦。沒有啦，那審判長冇顯示，因為我顯示做電腦。輸緊準啊，了唔起啊！下面是做得嗎？做得啦哈。做得。等下就評判了哈，然後聊一個。我倒好嘛。甜甜的濃啊。啊，呢條會好咧哦。真係富味哦。先炒香啦哈。係啊，別香啦。啊會變下伊炒嗎？唔是。哎，用冇安油。嘿，這樣等下夾落去就當香。好特別哦，我們沒有看過呢。它特色哈。如果等下老給夾香下就好哎。係啊，夾。那你要吃一下米頭哦，那我們就來倒數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個啦！亞冠帝都乃部卡米西較好食咧。哇！呀，真勁就會拿出布卡嘅秘密武器，變出來嘅布卡嘅獨門料理了。來吃個啦，你風吹嘅，保證你哋要請翻身咯。該行來到民主線食狗了哦，1級棒呢！謝謝。哦。因為鹹菜好食哦。係啊，鹹菜似甲滷的啦。鹹菜蛋腸上就又辣蒜了，放到個豬腸哦，嘟嘟好。懂唔對？瑞英姐，你這樣滿好什麼？你知道誒？滿意嗎？
还好啦。比较谦虚啦，心肝肚子吃懂好啊。你成绩之后咧，看评审看说到有介意嘛你，自己满意吗？满意。你刚刚是假不惨的哦，有满意哦。好吃哪吃好吃？哦，怡英也吃的好快哦，很好吃哎，好厉害哦！怎么好吃？它的那个大肠都没有臭腥味，好厉害哦！鹹菜有一米，當好食。自家做嘅鹹菜，哦，有得當好。梅是咪挑到嘟嘟好，对不係对？又酸又鹹鹹。哇，太好吃了！那最好学两种哦，就是又脆又软啊，脆跟软可以同时交融的不容易。好了，反正是南吹款啊，来，很香哦。它主要是用来安面呐，面面粉粉哈。一般呐吼，做个玉签，迄一块一块的整拌的，底下还做松不会嘎掉，那另类的吃法。好食，桂英鸡超牛排，系啊，好食，一香啊，好食。好食嘛，佢揀用高級哦，係嘛？都要睇下。你食下啊，磅飯啊，哇！你嘅朋友缺冇飯，等下結束上來磅飯，你喺度吃到咧。我正在续盘被大家发现。哦，你留它线绕起个赖棍也好。我的韭菜切的真好。对吗？很脆啊。对啊，很打沙圈哦，喏，怡英也会吃醋呢哦。对啊。你们蛋肠的韭菜发切都动吼，跟辣椒没切都动吼。好厉害哦。那丽萍你自己觉得嘞？很香，很好，嘟好哈。你可以聊哦，豆豆油的，蹦胖个时间吼，要吃几汤匙自己拿。又好吃又方便。对，真嘅。咱个你可以是白改个风送条，白到真真有用。难怪一开始花动都有西点白鸡。好了，紧张的时间到嘞，马上呢先来请阿斌师傅抢分数。啊！一下看一下吼，客家女神阿谢玲刘师傅全部复数。哇！持平，阿斌师傅抢公平哈。这两边炒以后，但是哦，这个要炒从爱记得只有加一啲的调油哈，调油的个香味。其实你若别到意香，我来讲，你系要做一点点调油煮下嘅，就叫叫为很好香，就差到一点点个调油的味道。因为系你无木头的些，就加个调油啊，还有一点酱的些，佢可能吃得很好有味道。嘿。这个调油公司啦，吼，航班有记得咯，吼。不用水炒了就当好食，整运当好食。你要水我怎么冇比分数呢？因为我讲人认为去动感挑战，客家台窗。对，要看我当上了比分数，我听他吃到咸面是，哎呀，喊一滴滴咧。你啊水去整运做到当好，你放饭当好食啦。啊，果真两家都厉害，不过嘿，南水、凤水都强同站的，大家都不卡做来吃周看呐。不过呢，下一关哦，马上就要来看呐。今日阿谢林师傅带来乜嘅好料嘅，我老大家分享咧。食材好料理。好，请到你全国第一名嘅谢林师傅，今日要教大家係乜嘅？食材好料理，是菜天的东西，哦，啲菜苗都乜嘅？天长地久。天长地久。浪漫哦！我浪漫饮食到就會留幾天長地久。好，剛才一天冇留張無錢食到。今日用的食材係兩種色的番薯。你係山藥啦，全部菜天嘅，係用菜天嘅。番薯、白山、tomato。你係拍扁沙，拍扁沙湯。你係酥漿粉。酥漿粉。嘿，今日用鹽瓜絲。嘿，個擺盤用啊，用咧啊，用葉一隻。哦。看得到冇？桂英姐，看得到，有，見得了。阿俊明師傅都看得太了。見都見睇啊！一隻嘅款就款啦嗬，大家要熱開，冇等下飛啊。啊，做乜嘅聽錯用啊？冇啦，你等下下好看啦。哦，味道好。有問題要講哦。其實地府卡嗬，唔是安尼熱。切去做得啦。切咧就做得咧，阿牛就顯得較香凝身啦。是啦，咁有很多甜蟲踢球啊。等下你做啲嘢啊，好嘛？好，你熱好了，我嚟粉咧。啊，做乜嘅你擺外線你3種？有3種色啦。係啊，做乜嘅外線你3種？就用菜地嘅食材來做料理啊，不用水，冇不用按多，不用稀稀就好。哦。先不用粉咧，這樣嘅種誒，當不用水，嘿，冇必是用多水，
哎，台下躺到垂命天长地久，你们都不好奇怎么个按到天长地久？我们还一直在我想，等一下就地了。等下就地。哦。像你输姜粉会加乱吗？唔哦，你就佢就要输啊，你种输的，我每加按倒水啦，天天的加，加尾眼未倒就好诶。啊，做啲先加水吼，调酱。未做得啦。嗯。係啱啱你講，我每邊按嗰種誒，是按到款啊，你按過，按你就係嗰種誒。有問題有冇呢？所以他會做本身也是咯。係啊。哎，好，你要做本身也是成要當好。哎，滾嗎？哎，伯谦没有说，你们家的2个参赛者是为了我来的啊，他是我的粉丝。那你们怎么报错队了？他们没有办法选择。问举多，但问到烂水，然后发现哎，结果看不懂呢。哎，做的有看到就好。很多的，有很多的。一定要打动对你一下。會當色嘛？唔可以打完多份呢？這樣有炸就好啦。哦，誒，跌出來都唔會，都唔會當到款啊。係啊。入邊咧，我做魚肉嘅，我炒嘛嘅。炒湯。哦，拔絲地瓜就嘛嘅技巧啊，師傅。哎呀，冇乜嘅技巧，拔絲地瓜叫做食嘅湯。飯酥肉湯結合起來，安尼，迄個拿去做一條絲啊。啊，係啊係啊，你湯，哎，我用湯去做。湯去炒。湯lau椒嘅比例就嘛限制嘛。我特別我就會用下倒地嘅油來釀湯，將佢煮會出來去焦化，叫佢下細冇下醬。溫度咪做唔得調過係嘛？唔好調過，溫度調過就兩下半五睇了。哦，關用穿衣來哦。哦，做咩穿那樣？哦。啊哦，當電影先，難怪人家下講成個都這樣要拿誒。哎呦，就做得啦，做得啦。等下就黏打上湯黏上呀。同乜代換係用蘋果做的湯，做得，做的，嘿，做得。你炒湯要當注意啊，你還唔注意燒焦就。那才是師傅。師傅問咗問題吼，你看人家快餐啊，然後還有飯酥啊，你全有5分來鋪，啊，tomato 唔是哦。tomato 上色就做得了呀，所以講我 tomato 我就凍下落去，等下醃到裹到這個糖衣煮凍醬嘅，硬就從迄個糖葫蘆。哎，哦，所以反做草莓沒做得啦。草莓沒做得。就今天最辛苦的是盧師傅的。看變色了，係啊，變色了，這邊黃黃咧。那變色過後油會高照出來啊？唔會，你唔要。哦，因為用腔海。用腔海啦。紅樓要用腔海。加做得唔可以加油。我特別就要加油呢，唔可以加油用水去煮。因為赤椒炒，因為也給不粘鍋嘛。做唔得啦。哦，一樣黃黃咧。啊，淋上去就好了。淋上去就好了。哦。你看，按用做起來吼，成個下課以後，轉起我看到兩盤，哎呦，50-30秒吼，是香香，秒殺啊！有甜的東西，所以好。然後看起來有綠有紅有黃。係啊，小鵬黃麗很開胃。嚟咯，睇下兩分咯。哦，幾好試試出來咧。哦，有冇油嗬？冷睇就冇乜嘅油嗬。就兩下就按到天長地久啦嗬。忙哦，忙啊，還來出來條，留一手咧。有冇？有看到咧。冇團體，繼續。來，看你來油啊。係啊，你看。啊，出來一點。哇，有嗎？有床誒，來床。哇，可以寫名字嗎？簽名。一打之助。看到姐，來多的，好，然後看到哇，天長地久，按鈕就好勢咯。哎，你正經冇看過俺台家嘅冇看過啊？它是特大的。那你知道我沒看過的東西我會怎樣嗎？是啊，呆轉。誰需要減肥的？好新鮮哦！那你這輩子都減不了。
床梯球诶，系嘛？咱两个天床地球嘛。走的。你怎么让玛莎天床地民主啊，民主哦，那你就跟我喽。没有也是民主，也是民主这样。哦，好了，也加落去写的吼。见了，我用剪。哇，哎，改下还卖水水了，硬硬哦。哦，很脆哦。人体来煮会切切啊。哎呦当奖哦还有一台飞机呢。天床地球。哎，师傅，你差不多会电击球，机长会安用硬餐。其实你小小色做闻一下变水，变水。哎，刘师傅，你应该减糖冻球嘞哈。不过我真的愿意为这个破糖。真的吗？我们也没有不愿意给你吃啊。真的聊上去就很尴尬。找拔丝地瓜 Q 用，对，好吃。哦。佢基本都嘅分數我鋪到非常嘅面啊！係啊，你馬上鋪嘅。啱冇。桂英姐，你知道誒？我有師傅你啊，有學到冇？有學，冇學到，冇學到。你給他傳糖食。好可以啦，好可以啦，好食嘛？好食，好食，阿林水知道咧，好吃，咬落去甜甜酸酸的 tomato，然後是引起了哎，很好吃哎，好厉害哦！我覺得厲害嘅素材係多嗬，因為你係鋪嘅東西，可能會食到嗬又就膩膩的。不過我看地板中間加那個番茄，加得好厲害哦，難怪係全國打頭名呢。哎，你再幫我最後補上去，錦上添花一下。然後因為而家最主要係鹹嘅咧飯煮啊，現在去鋪起來凍綿密啊，就係口感凍好。還有湯樣，如果有還有切切樣嘅，佢啲比例未凍重要，因為有人已經係炒水，有人已經炒油，即係咁湯冷嘅時咧會變到硬硬，還會凍嘅，你記得炒到嘟嘟好比例做到凍好。啊，自家冇按落去，下自家鋪嘅東西。一條係按落過嚟，地當條。真嘅係當針條哦，觀眾朋友家要學到冇呢？最主要呢，不講係鋪嘅功夫，也係講後背來炒糖嘅，都要加技巧到地度啫。反覆一看去練習看呐，唔過呢比賽還比賽哦，加前輩係一比一，殺下來馬上出來進行最背面一關挑戰咯。百變料理王。兩喙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也關唔但淨係比美食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喙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！大白呢看到一個農場哦，就會做到很興奮。你來到無同樣天氣地度就無窮嘅寶物都有。呢個係寶物嗬，打開來合時宜哦。不一定吧。來看一下嘅地背度嗬係馬街東西。泡麵。有啊呢，泡麵呐，T8看到，一個百變料理王嘅花，泡麵也就會做嘛。平常心因為那泡麵做馬街。做泡麵啦。誒，泡麵啊，泡水甜甜嘛嗬。蝦鬆。炒米係冇啦。炒米做的，蝦鬆嘛。蝦鬆地度。所以啲兩組基本上係拿泡麵來做百變料理做變化。哦，唔過嗌出有一些困難呢。為啥？也嚇嗌都上冇馬街到嘅嗬。好，觀眾朋友，你們做嚟吃上看呐，到底一般最簡單嘅泡麵，你會做出馬街大家想唔到嘅料理呢？馬上來進行最背面關比賽。一個泡麵做得變馬街大家想唔到嘅料理呢？請問風吹帶來菜苗到馬街？客家煎麵，客家煎麵啦，客家人呢對呀麵食的料理真厲害耶，炒麵呐，煎麵呐，煎麵咪當香，不過談一下咱最帶來馬嘅創意嘅料理。漂洋過海龍捲麵，漂洋過海還有同種誒，這個動作可以加分吧？可以，我都期待一下。好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咱水有信心嗎？有，梗係門風水應講有，大家都有。哦，好了，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將開始。準備好食。好，來，歡迎來參觀阿木卡料理哈。哎呦，梗係麵係嗎？咩菜脯絲？菜脯絲。哇，蘿蔔絲啊！七甲塞啊！七甲塞。唔看啊！七甲種嘅蘿蔔咧。姐玲姐，你最愛這種到第三關圈就比咩無敵咧。很真的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還發現到，呢種嘅
下邊啊，下邊用咪很大渣啦。當歸呢，佢揀嘅點啊？線它太厲害，它有用好色啦。係啊係啊。係啊，哎，我曾經冇看過很大渣嘅沒哦。看過啊？嗯。它是特大的。那你知道我沒看過的東西我會怎樣嗎？是啊。大專。你知道就係入面你送一堆帶強的東西，第二堆比成拳行冇必推嘅，沒有袋子了。等一下會做見面嘛，哈。嘿，所以我等一下先通過。哎，先10個。我看呢都要準備按到卵，等一下卵係做用煎蘿蔔絲，用客家蘿蔔絲。哇！哎，香哦。以為啊。感覺日出料理呢係個大家想唔到嘅新式客家料理。嗯。好，目前備料，好等下都整一個就開始炒誒。好，等下都整了。好。哦。哇！咱水嘅速度下加咯。當強嘛，糖果啊，面的當強。同嘅時間咪愛算一下啦。妹妹，大體公要出料理漂洋過海來見你嗎？對呀，有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就會漂洋啦。哎呦，你是學寫lin姐吼，該命個糖出來倒台會做嘛該哈？嘿。啊，等一下，這漂洋過海啊，後面我忘記了。龍捲面，哦，龍捲面啊。倒台等一下。煎起來哦。要捲起來一卷，圓。我做嘛個準備嘛個洋芋片啊、鳳梨啊、罐頭嘅鳳梨哦。這樣又好食啊，又甜又香。凍小英，這才是漂洋過海啊！那種洋芋片啊哈。對。然後我發現怡英又在做一樣的工作。要不要換個位置？我怕回去後悔。沒有，他比較喜歡。哎，媽，重點我之前先講好嘅副講係嗎？他是我的粉絲，我要極力保護他哦。你好好切，好好切。我只會切。他點到笑穴。哇！你睇馬上表嘅豬油。誒，佢麵的油，蔥油啊。蔥油係你自己表嘅係嗎？唔係啦，這底杯麵底杯，它是泡麵裡面的。哎呀，這樣香啊！總得打慫啦哈。太香啊，炒炒太香啊。看，哎，炒。啊，你有沒有想出來牛的料理啊？就生意愛食啦，洋芋片當好食啦。哦。哎呀，泡麵又當好食。哎呀，這樣就當本生意食啊。愛的料理。你哋一道菜嘅菜名是用幾久嘅？青菜小半小時吧。厲害哦，所以漂洋過海龍捲風可能係建起來啦。係啦。漂洋過海目前還看唔出來哈。漂洋過海啦，紫菜片啦。洋啦，哦，洋芋片啦。對呀，漂洋啊，一片一片都飄起來啦，也揚起來了，聲音也揚起來。它會飄起來啦。上酸啦，係啊，從容啦。飄回來啊，會浮。少年派啊，少年派。像船等下之後的話，然後給漂洋過海。哦。所以我們等下食到安年。係啊，然後一衝下漂。等下就氣呀，冇氣哈。主食啦。哎呀，是啦，好吃冇？好喝。誰說要減肥的？好新鮮哦！那你這輩子都減不了。好，你先走哈。好，先過來。哇，好香哦！有冇？你波條呢？哇，很太累哦。有香嘛？有哦。所以搶出來全部係10個就好咧。10個的，嘿。啊，你一炒不你香以後咧？料理啦。哦。料理我白蘿蔔絲。cái dưa mẹ ơi leo gì rồi à? Khá香誒。哦呀，炒蘿蔔絲，將個油炒蘿蔔絲。哦，出下嗰個油炒。真正嘅客家媽媽煮菜。我別用料啦。會用誒。啊，人哋啊，人嘅麵愛攰啲攞去煎嘛。咩愛拿到湯鍋。煎湯一下。煎湯一下。要把握時間咯。哎呀，馬上就啦。唔辣。哦。還有嗆頭哦。然後爆燒烤，爆燒，一點點。啲健壯啊，cái素嘅健壯啊，你話。紅蘿蔔啊，來舀起來。好，舀起來呀！剛放下去，舀起來。姐姐，你一隻手真的好帥哦。好，先過來。好高。好的。好玩而已。最後得獎感言哦。這樣就放到下工。下工，下工。健壯啊，cái素嘅健壯啊，你話。
起来，好，摇起来呀！刚放下去，悠起来。姐姐，你一只手真的好帅哦。好，先过来。好高，好的。好玩而已。准备后得奖感言哦哈。好，基隆他已经准备好我漂洋过海颁奖喽的，那个演讲比赛了哈。我漂洋过海再来划船喽，划船喽。按一摆到安价，按水母有摆到俩片。哎，对呀，对啊，不要面档啊。所以俩头出来算是炒面，嘿，它这个火腿肠啊是系因为成个好些，还也系要买特别嘅眼睛哦。自家喺圆圆安尼炒炒就好了。我给他都是龙卷风哎哎呀！我教大家龙卷风哎，它嘎发很低用。有咩讲？我安猜猜看，我猜看。安阳讲。龙卷风。很多婆罗珠风。婆罗珠风。要用快乐吗？哎，不是啊，你有助手呢。快哎，你很多铁窗哦。因为太远了。你可以用筷子啊，可以用筷子。用筷子卷就好了。咦，你总算有别的事情好做。对，终于有事情可以做。假使今年又让人坐在半岛签嘞。可能冇钱咯。等下批掉那个不用顺风吗？嘿，不然面档。哦。好看。好，这个勾上去。对呀，就摆上去就好呀。嘿呀。那你的美乃滋呢？等下挤上去。哦。好，刚好就够你了，差不多位哈。好。哇！哎，真紧我先准备一下，等下假使今天就得奖我讲嘛该。等下，我们再抢时间。好。我们这个乱问边啊，啊，好。乱看一下，哥哥。从四十万系冇？点落去啊。因为变面哦。莫比弄烂我等下，忙快先比一下，忙好。阿姐，不要紧张，一下子。嘿，你就是家动火嘅最会腾手嘅小队长，系嘛？他最会的就是扁面。呀，唔拉太啦，唔拉太波嘅同事，也系水嘛吼，不用多呀。水倒退就用水去搅。哎，你还会 cam 起嗰可能好夹手吗？多啲，当先固定，一三要固定乱哦。唔怕，用搅搅。还没还强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你今天会自家扁？民主不扁啊，民主。你啊，要不用动去呢，要不用上去呢。哦，从蛋包面恐龙哦，包起来啦。我们等一下像蛋包面安尼。我标嘛。冇想用我搞要 cam 起来嘛，好夹手啦。唔是咸。放下去啊。哎，包起来。真的吗？哎，等一下。你要做什么？哦啊，你昨天要用包起来，包起来，给他去表演呐。哎呦，包下去啊。哎，对。哎，对，先调整一下。先调整。等一下，我用夹子。我这放下去，给它包起来就好。对，倒落去。像是那个啊，蛋包饭。完爆盘啊！哎啦，没有一点酱油嘞，哎，下没有等一啦。下，它有咸的。下面没有油，酱油。下面没酱油啊。那个萝卜丝那些，它有甜有一点咸，要有一点酱油。对啊，还有油漆一下啦，没有弄到啊。佛线绕几块。好紧张哦，好紧张。啊，你一杯都跟面我夹。胡椒粉好冇？要一点。胡椒粉一吸嘞，嘿。不要太辣。是赶时间，不会啦，好像在做实验哦。你吃饱吗？有咸了吗？有来，我做上。好，都完了。好。莫全部去哦，莫全部去。倒了。莫是爆唔起来哈。我会要，得会了就好。要得会按那个下工。还不要这个，现在没有放到哈工。哈工就跑出来了。哈工呢？哈工都亮了。都完了，做对啦。哎，我很难想象你们几乎常常煮菜呢，一起煮菜。有没几餐啊？天朝非常盛极嘅两啥？听家车妹子安尼。你看，看一下，按有没有听懂冇？包唔起来啦，姐姐。不是全部哦，要包一半，包一半也没关系呀。好，那个款一包，什么包？随便包。确定？随便包，随便。等一下，随便包。包不起来啦，包不起来。可是面蛋塌下去这样子。还有见人摸西见呢，我是给你了。来，没关系，来。我们那当地毯可以吧？哦，对，像荷叶边呢。对呀，可以吧？有，可以。好的，倒数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呐！两组用泡面变化出来嘅料理，哪一组较特别、较好食呢？哇，很快
呢，其实变出大家想不到的，而且呢，那个泡面还融合的客家面，用好了吃饭呐。来，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我可以吃很大碗。首先航班不是建区听说会爆鱼来啦，用白梅冻不是啊，因为其他都没切开了。切开来。对啊。哎呀，是落去圈强龙啦。系啦，系嘛。来，大家吃吃看啊吼。哦，用个安香哦。重感的啦。哦。啊。咱个会加菜条干。萝卜丝，加萝卜丝啊，你杯啊。萝卜丝啊。哎，萝卜丝啊。萝卜丝它泡面，我你敢吃不到，吃东西你就会觉得有惊喜这样。正家己的梅丝，咪正家己的口感，没错嘞。有满意吗？有满意，有满意。那你都不卡多会有成功吗？差唔多啦，不加多还有。有开语的。哇，东河学的哈，你觉得他们的怎么样？斑的香味，泡面也刚好，很好吃。看到董后生，蛋煎的很漂亮，哎呀，很厉害。第六烟本它想来爆鱼来啦，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很棒啊，对不对？香港你看两头菜哦，谁都没种好些，因为在均用哦，非常的均衡，呛菜啊、风菜条啊、马个圈有呛头啊、爆胸，你看对不对？很营养的一道菜。不过两下完全一下，哎你好是漂洋过海龙卷风，比较那种轻食的，对吗？好，大家有看下表演是好些的哈。啊，不是快乐啦，就这样用熟啦。哎呀，哎呀，一摘就好了。哦，无论係嘅梅絲，也係嘅口感、嘅青絲，非常澎湃。哦，哎呀，薄荷的香味，薄荷啊，上香哈，像薄荷一样啊。然后有薄荷一样。好吃吗？好吧。一成几你参用吗？1成7，2成7，1成7啊。用成幾哈？黃梨的甜甜，黃梨臭臭臭，嘿，有tomato酸酸哈，酸酸甜甜哈。很香。你覺得嘞？我觉得酸酸甜甜，然后口感很丰富，因为它有那个洋芋片脆脆的口感。咱我已經講聽說我該酸了哈，那個船一定要了，對，要白白，還有那種洋芋香氣味，哦，卷心凍好些，漂洋過海，嘿，漂洋過海龍卷哦，對，龍卷面，面是風，兩頭菜吼，從兩吼熱天嘅虛節的吼，很解暑。對，因為蛋糕的皮料有一些酸甜，係的，它開胃都懂厲害，讚。好了，正經緊張的時間到了，前輩一畢業，馬上來評分呢，先向盧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咱最有第一分，大家都看一下阿西林搶本分數，2分。阿西我叫的啦，你看你。其實強呢幾條強勁重，呢度叫對對吼。回來有新的變化，我冇強壯的感覺，了很強勁種的，因為記得一開始講叫做漸麵，我可能記得漸到那道，變咗叫做漸輪。其實個漸麵佢個麵吼同個叫啊，輪上是叫到咧麵啲味道，它是漸，所以漸到從漸餅啊，其實那漸麵啊，因為漸伊咧就會脆，就會好醬。劉師傅你也傳發嘞，兩嘴撞了就撞，人家整個米是沒撞好啦，只是按你命喺度煮出來的東西冇重要，人家嘴也是講，因為佢做當到的偏法，就適宜咧就下清爽，唔會講按鹹嘛。所以你的意思係講，假使記得做係漸麵哦，記住揚誒，揚麵咪動態，揚麵就下台啦。啊，好啦，唔怕啦，今日你講真，今日都表現到當好，都成績兩組都輸了當好勢。唔過呢比賽完比賽哦，成績已經出來啊！恭喜藍隊得到3分，紅隊得到1分。恭喜來頒獎金哦！恭喜藍隊就得到3000塊嘅加菜金。謝謝，恭喜！好，紅隊呢，每禮可以2個禮物送下送哦。哦，2個。歡喜了，也第一個呢係金條嘅。柚木的砧板3件主題天禮物，大家恭喜！好，還有第二個係做的微波不鏽鋼的電動哈味，2個送俾你哋。有冇安好？好。
莎莎咱问一下吼，你丽萍姐啦吼，丽萍姐今日来到你个现场吼，有嘛个感想，老大家讲一下。基本上第一摆來到客家電視台一樣嗬，就學到當多，唔過一健壯唔怕，做本大家識當好，一樣當歡喜。還有教來台灣啊，咪好多動作。係啊，學到當多。唐公你還係基體這擺上電視咧，係啊係啊。剛剛還一直問我說啊，什麼時候播出，對不對？係啊，好緊張，要看一下自己。我準繼續看哈。係，會首播會看。重播就不看，會。確認一下啦，叫親朋好友大家共下看。係啦，大家哈分享。那怡英呢？這次參加有什麼感想跟心得？很開心可以參加客家電視台的節目，雖然我不是客家人，但是我可以在這邊學到很多客家話，還有客家菜，覺得酸菜和菜脯都好好吃。希望下次還有機會。他剛剛挖洞給自己跳，他說他學到很多客家話，我就說，那你學到哪一句呢？好吃怎麼說？還大家好怎麼講？好啦，後生。好，航白來個時間是其實就在講客話啊，還有下次來挑戰主廚的位置了，好不好？希望。走得嗎？恭喜！謝謝。我兩個兩個媽媽，你今日講真嘅，佢食啲太厲害。你們什麼個泡麵？失敗不灰心啦。沒有失敗，佢都冇失敗啦。是在參加，不在名次。好，不可能有食泡麵的，佢不卡都係食泰麵呐，食個泡麵。老太講一下，你要不要參加新的歸隱節？做得參加人家就會，就是這個露營，大家共下高高的神氣。我偷偷叫我，唔會，唔會啦，唔會。你當歡喜來啲客家天台。客家電視台啊，參加到節目哈，冇名次唔怕。天一名嘛，梗冇名次，冇睇到天名啊！我每次特別去參加。天名錢18，用太就冇的，不是錢，沒錢，不是錢好搞出好玩的啦，好搞出回，好高啦。謝玲姐，你講 Kiki 嘅 MV 哈，唔會啦，很高興，很高興，下次有機會再來。歡迎拜過來挑戰，下次過來挑戰，過來挑戰一定會哦，過來要記得帶粽嚟來，沒問題，那粽子沒有，下次帶起吧，帶起吧，兩邊來，好，恭喜，謝謝，感謝。今本日吼，真係你當好福氣，等於係講四個媽媽哦，叫下來做出不開，後面是本你來試試看呐，不管係愛來巴別，也係講愛掉出自家不開，比咩福氣，真係都當真的，觀眾朋友都不卡咩做來吃做看呐哦。係啊，名次吼，曾經唔係最要緊嘅事情啊！來到呢個節目吼，做得好多動作嘅東西，咪做得教導東河嘅朋友，歡迎所有嘅朋友，日日來報名參加哦！冇唔錯，一家之主等等你過來挑戰，參加各位每個組的過來咯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恭喜！